好，来看中国这届军演呢，是影响到咱国内航班。民航局是预计讲，对今仔日早起8点一直到暗时6点，这当中呢，有真侪条航路拢受到阻碍，包括着国际线857架次，也有国内线在金门是来取消68架次，马祖是16架次。有旅客是去到机场才发现讲这停飞啊，所以行程规个拢乱去。 8日透早到上山机场所等无原本要飞的班机确定停飞，不少旅客亲像有钱时间款，拖行李行入航厦，才发现航班早就宣布取消。甲林领后尾班仔等候补，遭看上新的广告受中共军演影响，空调使用受限，国内离岛航线上受影响。那可能到北投去洗个温泉嘛，这样嘛哈，不然那时间太长了。 签证特别高级的中国游客是进退两难，中共知航班停飞，心情是真无奈。来回的飞机票很早买的，哪里检知到到这个问题的啊？遇到这种问题，我们移民署那边去处理这个问题。 中国临时发布飞航公告，8日早起8点到暗时6点，伫台北飞航情报区划设7个临时危险区，限制宽度为地表到无限悬。真侪条航路线道有个国际线857架，超过10万的旅客受影响；国内线取消金门68架，马祖16架，差不多6000人行程受阻。金门有旅客无法度回台湾。老实讲，他们也不敢打，是说我们的行程可能会乱掉。下班多少人要这样评估才有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然傻人家好几百个人来，结果没有了，加班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后补有什么用？包含旅行。 华信马祖航线8日全部取消，金门航线是伫暗时6点之前取消，或者是延后。民航局表示，对国际航班离到场甲过境会使用航管引导方式避开危险区，或者是发布替代航路来进行。航管单位也看演习实际状况，启动流量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